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阿兵哥做兵，役期为4个月延长到1年。大学生会当伫读大学的4年当中选1年去做兵。有教授认为安尼无理想，讲安尼甲兵役硬卡入去学制的系统，会来干涉到各大学已经排定的学程。学生嘛担心，讲128个学分要缩短伫3年内完成，恐惊就要进拼。进到读册学生才会当来达成，尤其是医学院更加艰难。宪部6年的医学教育，若是读册5年，做兵1年，恐惊医学院的学生拢会想办法争取免役免做兵。医学院的考业真重，不过随着3+1的做兵制度可能开始推出，外界就真好现，即马6年的医学教育，若是嘛以5+1的方式执行，敢有可能？1+5的话呢？把这个原本的6年的一个医学压缩到5年来讲的话呢，可能会对医学生来讲的话，这样的一个学习可能会太匆促，学习效果会影响。台大医师及医学系来讲，5年级的医学生大学期有36礼拜实习加上课程，6年级是48礼拜，年级愈悬，课业压力更会愈重。每个科别呢，都一般要1到3个星期以上。如果在基础还没完成，然后就到临床实习，效果也不好。医生一般在军中也是担任医官的角色。那如果5年的一个训练呢，到军中可能也还没有办法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。为医师嘛烦恼，过去的段医师，若是接到兵单，就要去做4个月兵，卖互病院出现4个月课。不过未来改1年制，病院可能刚会收做完兵的段医师，可能得互医学生拼命争取免做兵。不过唔若医学系，对一般的大学生来讲，读3年时间恐惊无够应付课业。能修完的，但真的就是那种可能。大学就是没有社团，可能真的就是要很认真的去学，才有办法。大部分学系上少128学分才会当毕业，也就是讲平均1学年要修满42学分。不过亲像会计系必修，就要慢慢修课。但是上了修过乡，恐惊就有真侪同学互挡掉。高读册囡仔才能选择3+1。因为理工科里面有很多课程它是有衔接关系的，未来会有旧生跟新生并存的一个状况。这个对于老师来讲，其实当然来讲，会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。学校敢会好对着这波兵役学制政策，恐惊是一个难题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